不圆满的地方把它做好，不足的就把它补充，做错的就把它拉回来，回正轨上面。平常闲来无事，要把心收回来，不要东奔西跑，把心收回来，守在自信的地方，时常回光返照，让自己的心清清静静。遇到事情不要只有生气，有很多种解决之道。我们可以开开心心就把事情说清楚，为什么要大吵大闹？能够轻声细语就把事情沟通良好，为什么要暴跳如雷？为什么天气还没有很冷，我们手脚就会冰冷？那就是我们都把力气花在胡思乱想哦，所以力气就没有在你身上运行。其实修道很简单，只要把本来没有的去除掉，本来有的保留起来，我们让它发挥作用。我们从听道理的当中反省自己，要求自己，不要拿道理去要求别人，这样就天天都在天堂里，天天都要求别人，看别人都不顺眼，你会开心吗？所以你们要跟老仙翁我学习，我遇到事情不生气，笑一笑没烦恼，有事情我们就解决它，要活得很好，活得很健康，活得很有尊严，就从平常